学生囡仔今仔日开始正式休热，伫咧台北市的自来水园区有举办台北亲水节的活动，是到明仔载为止拢会使免费送水。另外，前几年因为疫情，囡仔拢乖点伫咧厝内。今年疫情转好，也有家长想要安排囡仔参加休热的夏令营。其实，这个休热期间，为台湾头到台湾尾，嘛有侪台语相关的夏令营，要互囡仔参加，咱做阵来了解。 烧热的天气，大人囡仔做阵欢喜送水。这是台北市自来水园区举办的台北亲水节。7月初1、初2两天开放民众免费入场送水。真侪家长趁休热头一天就带囡仔来送。我就想讲，趁放假的时阵带因做伙来呢。你最喜欢什么设施？那个黄色的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会喷水。不好玩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怕。 学生囡仔开始休热，时间有2个月才长，为着让囡仔袂无聊，有家长安排课程，也有家长讲要趁休热，让囡仔参加休热的营队。会当到外口佚佗安尼，较好，唔免亲像伫咧学校规工拢伫咧教室内底安尼。休热期间5花10色的夏令营活动真多。 台湾为北到南嘛有侪台语相关的营队通参加，亲像师大、长老教会、剧团拢有伫台北市举办台语休热营队，新北市也有营队，带囡仔用台语认捌深坑。新竹嘛有营队，互囡仔体验台语戏剧。也若行到中南部，彰化甲台南也有营队，互囡仔认捌台语文的水，也是行到户外，哪讲木球，哪讲台语。 前几年因为疫情，囡仔休热拢乖点伫咧厝内。今年疫情解封了后，囡仔头一个长假，要安怎替囡仔安排活动，好好利用？真侪家长已经开始咧思考，伤脑筋。记者郭明正春由台北报道。